Platinum 白金鮮肉乾糧，1000克乾糧入面係由1270克嘅新鮮肉做出嚟。製造過程係點嘅呢？首先梗係要有優質嘅食材啦，尤其係好多嘅新鮮肉。用上我哋獨特嘅食譜，配合埋低溫嘅烹調方法，完全唔加水，用鮮肉本身嘅肉汁煮熟。等食物冷卻之後，就加入有益嘅草本食材、維他命同冷榨油，咁樣所有重要嘅營養就可以保留。之後就將食物切成啱狗狗口型嘅小粒，再即刻放入高品質嘅鋁質保鮮包裝袋密封，咁樣鮮味就可以完全鎖住喺包裝袋裏面，而唔會受蟎蟲污染。訂購好簡單，仲要送貨服務。新鮮嘅鮮肉糧眨下眼就出現喺狗狗嘅飯碗度咧，狗狗好開心，因為日日食白金。